Hello，歡迎返到嚟 I Snap You 呢個 channel 啊！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愛自己啊。究竟乜嘢係愛自己呢？點樣做先係愛自己呢？愛自己又係咪等於自私呢？我想通過呢幾年我自己嘅真實練習同埋改變，去話俾大家知，究竟要點樣做先係愛自己，同埋當你真正愛自己之後，宇宙係點樣對你好啊！首先第一樣就係你要在乎自己嘅情緒啦。我相信好多人都睇過迪士尼嗰套 Inside Out 玩轉老朋友。其實呢套戲裏邊正正係話俾我哋聽，每一個人與生俱來都有喜怒哀樂噶。你聽到好笑嘅笑話，你會想笑；遇到傷心嘅事，你會想喊。呢樣嘢係好正常噶。而家如果有一個人講咗一個好好笑嘅笑話，你好想笑得好大聲，笑得好開心，然後旁邊有個人同你講：喂，唔准笑啊，你唔可以笑噶。你心諗吓，明明好好笑喎，點解唔可以笑啊？而同時，如果有一個人做咗一啲嘢令到你非常傷心，你忍唔住喊啊，旁邊有個人同你講：喂，你唔可以喊噶喎，你點解喊啊？吓，但係明明呢件事我好傷心，我啲眼淚都忍唔住滴出嚟啦，都唔可以啱。其實笑同埋喊都係人正常擁有嘅情緒嚟噶，唔會話笑就係啱，喊就係錯。其實兩樣嘢都冇對錯噶，所以我哋係應該想笑嘅時候就笑，想喊嘅時候就喊。遇到令你覺得嬲嘅事情，你係絕對可以嬲噶。好多人都混淆咗情緒穩定同埋抑壓情緒，其實呢兩樣嘢咧係非常之大分別噶。好多人以為情緒穩定就等於嗰個人係唔會發脾氣啦，唔會嬲嘅。弗洛伊德都有講過，所有未被表達嘅情緒，佢係唔會消失噶，而係被活埋。有朝一日會以更具傷害性嘅方法去表達出嚟。其實你長期抑壓情緒嘅話咧，身體係會出現問題噶。你身體裏邊嘅嘢塞晒，形成結節，你嘅淋巴都唔通，都排唔到毒，自然你嘅身體就會出現好多問題噶啦。點解在乎自己情緒係愛自己嘅表現呢？我以自己做例子啊。過去咁多年，其實我都係將別人嘅感受放喺自己嘅感受前面噶。所以我從來咧都唔 say no 噶，為咗幫人啦，去做咗好多自己好唔想做嘅嘢，甚至乎係伴侶做咗一啲明明係佢唔啱嘅嘢，令到我好唔開心。但係我都會自己冷靜處理完自己嘅情緒之後，主動同對方和好，所以對方咧根本長期都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咯。但係呢啲行為嘅背後係乜咧？其實點解我唔願意 say no 呢？點解我覺得一定要去幫人呢？點解個伴侶咁樣對我，我仍然可以當冇事發生呢？背後嘅原因係因為我驚人哋唔中意自己啊！所以其實每一個情緒嘅背後都有一樣原因，有一個動力噶。我哋其實要揾出背後嘅動力同原因，好好去了解自己，作出處理，先可以慢慢一步行到去愛自己呢一步噶。我最近聽咗一個 podcast 咧，我覺得好有啟發，同時裏邊咧都係講緊你點樣愛你自己、接納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噶。而家咧我都想同你哋分享一下，喺台灣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 叫張修修的不正常人類研究所。最近咧佢就訪問咗台灣非常出色嘅主持人曾寶儀啊，而喺呢個訪問裏邊咧，曾寶儀就提到佢曾經咧去到有一個階段，佢覺得自己咧到咗一個臨界點啦，就係例如佢有失眠嘅問題啦，佢覺得自己有焦慮嘅問題，對生命感到非常深嘅恐懼，而且係從一啲好小嘅事，例如夜晚啦，好驚自己瞓唔着覺，而係打從心底裏邊覺得好驚啊！越諗就越驚，越諗就越瞓唔到，瞓一兩個鐘頭咧就會醒喎，但醒咗咧又唔敢打開個眼，因為佢唔敢面對呢個世界啊！
當時佢摸到自己條頸上面咧，開始有好多結痣啊，佢就意識到而家做緊嘅一切嘢都需要叫停啦。就算係工作，佢都要同對方講聲唔好意思，我真係冇辦法繼續落去啦。佢知道就算佢頂硬上，可能會睇到唔一樣嘅風景，但佢感受到再咁樣落去，佢會頂唔順啊，佢會捱唔住見到風景呢一日，所以佢將所有嘢都叫停，然後俾自己去做其他嘢。當時佢覺得佢個心好攰啊，佢覺得人生唔應該係咁噶，應該有個方法可以令佢活成自己想活出嘅模樣，可以令自己更自在、更悠遊咁樣生活喺呢一個世界裏邊，而唔係賺到嘅錢全部拎晒去睇病啊！佢咧分享咗一個故事啊，就係咧有一個有錢人見到一個人喺度釣魚喎，佢咧就發現佢釣魚嘅技術好好喎，於是有錢人就提議佢：喂，你咧其實可以教人㗎喎，或者開間餐廳啊。然後釣魚人就問佢：咁之後咧？有錢人就話：咁可以再開多啲分店啊。釣魚人又問：咁然後咧？咁咪可以賺更多錢咯。有錢人就咁樣答佢啦。但係釣魚人就同翻有錢人講：但係我已經做緊我而家最想做嘅嘢咯。當曾寶儀聽完呢個故事之後，佢領悟咗咩道理呢？我想過嘅生活，點解要等我老咗之後先至去過呢？點解我唔可以而家身體健康、行得走得嘅時候就去過我想過嘅生活呢？然後張三修就話，但佢覺得有一啲路我哋係一定要行噶，有啲經歷我哋係一定要體驗噶。曾寶儀都話係噶，所以點解佢唔係喺20歲嘅時候就明白呢個道理？佢要等到而家，佢經歷夠啦，先有咁嘅智慧去明白。而呢一樣嘢正正係我而家嘅體會啊，就好似我自己都有一個例子，就係以前嘅我咧，我非常介意人哋嘅眼光噶，所以我好努力咁證明俾人哋睇，我自己係有能力噶。以前咧，我其實每晚做嘢做到凌晨3點，然後9點起身又繼續做，除咗呢啲時間之外，我所有時間都喺度做緊嘢噶，星期一至日都係咁。完全冇休息噶，然後咧仲要喺社交平台度話俾人知自己有幾忙啦，係有幾多嘢做啦，我係幾勤力啦。我會咁做咪就係因為我有幾在意人哋點樣睇自己咯。我就係要證明俾人哋睇，我而家擁有嘅嘢係靠我自己努力換翻嚟噶，而唔係人哋俾我噶。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我將個眼光放喺外邊，我介意人哋點樣睇我，而我冇去體諒我自己嘅感受，冇去照顧好我嘅身體啊！嗰陣時咧，我成日可以一早起身做嘢，做到下晝6點先食第一餐飯噶。咁就係你都冇聆聽過你嘅身體，你肚餓嘅時候，你都唔俾嘢個身體食啊！其實呢啲咪就係你唔愛自己嘅表現之一咯。當時做嘢做到非常情緒抑壓，所以最後我就爆咗煲，情緒崩潰咗啦。但係當時嘅生活，我就係淨係望住人哋點睇我，所以我自己身體裏邊每一個反應、每一個感受，我都冇作出回應。就算我已經非常疲累，完全唔夠休息，我依然唔休息。我試過咧，有一次我去英國嗰度做嘢，當時咧我就要去影 Fashion Week，咁同時咧我就會喺空餘嘅時間去做代購嘅工作。每一日影完相之後啦，我夜晚仲要翻到去酒店回覆客人嘅嘢啦，去影翻客人買嘅貨俾對方睇啦。每晚都做到3點鐘。而當時咧，我諗呢樣嘢女士們會非常之身同感受，就係當時正值我嚟緊月經，好多女士都知道啦。當我哋月經嚟嘅時候咧，我哋嘅體力係減半㗎，所以其實咧，當時我身體已經學得好攰㗎啦，但係我仍然唔俾自己有足夠嘅休息啊。結果跑完嗰4日嘅 Fashion Week 啦，我就喺英國，當我一坐上機場鐵路嗰刻，我放鬆身體，然後我就開始發冷同埋發燒啦。跟住嗰程機咧，我真係覺得死去活來嘅感覺，我不停覺得好熱同埋好凍，好熱同埋好凍咯。
其實咪就係我完全冇照顧自己嘅身體啊！當我好攰嘅時候，我都唔俾自己休息啊！呢個咪就係你唔愛自己嘅表現咯。當我返到嚟香港，接觸到家庭排列之後，我開始慢慢一步一步去了解自己，認識自己，好好去感受自己每一個情緒背後嘅原因。我揾出背後嘅原因之後，再同自己好好和解，好好傾偈，然後令到我可以一步一步邁向愛自己呢一個方向。所以我發現愛自己首先嘅第一步呢，係你要去聆聽你自己嘅身體啦。例如你覺得自己攰，需要休息嘅時候，你就要容許自己休息啦。同埋你要了解自己每一個情緒啦。如果遇到一啲事情，你係覺得唔開心嘅話，你要好好去問自己，究竟呢一件事點解會令你唔開心呢？然後喺背後嘅原因裏邊作出處理。又或者遇到一啲人叫你幫忙做某啲事，我而家都會首先問自己，如果幫人做呢件事，我覺得舒唔舒服呢？如果我覺得舒服嘅話，我先會去做咯。我唔止一次已經試過，當我違背自己嘅意願去幫人完成一啲事嘅時候，最後係換嚟一啲唔好嘅結果㗎。我明白到今次宇宙俾一個機會我重生，佢係想我好好學識照顧自己每一個感受喎。所以當我而家做任何一個決定之前，我都會問自己，如果要做呢一樣嘢，我覺得舒唔舒服啊？我覺得開唔開心啊？如果我覺得舒服嘅話，我就會去做。無論最後出嚟嘅結果係點呢，你都會發現，咦，係行緊一個好嘅方向㗎喎。但係如果我有一刻猶豫嘅話，我而家都會一定 say no。以前我從來都唔識 say no 㗎，所以我都唔識得保護自己㗎。喺公眾場合咧，遇到有一啲人對我不禮貌嘅對待咧，我都係唔識得以保護自己作回應嘅。但係當我學識咗愛我自己之後咧，我開始見到自己會敢為自己發聲。當喺公眾場合別人對我不禮貌嘅時候咧，我係會為自己發聲嚟話俾對方知佢嘅行為係唔啱，係令到我唔舒服咯。好似之前頭先講，好多人混淆咗情緒穩定同抑壓情緒。當有事情發生嘅時候咧，例如有一啲人做咗一啲事係令到我唔開心嘅話，我而家係會直接話俾對方知，其實你做呢件事咁樣做又令到我唔開心㗎。所以我唔係通過發脾氣去表達俾對方知你做呢件事係會令到我唔開心，而係我係冷靜地話俾對方知，你咁樣做係會令到我唔開心咯。呢一樣就係情緒穩定之餘，你都可以好好表達你嘅情緒啦。所以唔係代表有人做咗一啲嘢令到你唔開心，你就要覺得自己冇問題㗎，我唔會嬲㗎，我係唔可以嬲㗎，嬲係有問題㗎。呢一樣嘢就係你唔愛自己嘅表現啦。但係反而你識得理性地表達俾對方知，呢一個行為會令到我唔舒服，呢一樣先係你應該做咯。但係同時你都可以問翻自己，點解對方做呢一樣嘢會觸動到我，令到我覺得唔舒服同唔開心呢？我幫好多案主做家庭排列嘅時候呢，其實佢哋自己係唔能夠幫自己揾到呢個答案㗎。但係當我通過家庭排列，就可以幫佢哋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因為通過家庭排列，佢就可以一步一步知道呢件事情嘅背後觸動到佢邊一個情緒，而呢個情緒其實可能都同佢過去嘅經歷有關㗎。所以揾翻出嚟，好好處理，好好做和解，咁人生就可以一步一步行去更愛自己呢一條道路啦。呢一個係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嚟嘅，同埋我發現
過去嘅我完全唔識得欣賞自己㗎，所以我完全唔接受我自己㗎。我會好挑剔自己任何一個微細嘅缺點，放到好大。但係冇一個人係完美㗎嘛。例如唔代表你有170，你就覺得哇，你身材係好好啊，好完美啊。其實冇㗎嘛。就好似台灣歌手蔡依林，其實我好欣賞佢㗎。佢個子少少，但係你覺得佢好有魅力啊。咁所以唔係代表有一個標準特定，嗰個人就係代表完美㗎。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值得欣賞嘅特質咯。如果你想嘅話，你可以由今日開始試下每一日最少諗一樣嘢去稱讚一下自己。我發現呢一樣嘢係其中一樣好好嘅功課，幫我行到去愛我自己呢條道路㗎。因為當你開始識得欣賞你自己之後咧，你慢慢懂得保護你自己，愛錫你自己，因為你知道你自己係值得被愛㗎。除咗通過溝通去令你可以表達自己嘅情緒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方法係可以幫你咧抒發呢一個情緒㗎。咁例如就係做運動啦。好多時咧，我幫案主做排列嘅時候咧，我都會感受到對方其實裏邊咧抑壓咗好多嘅情緒啦，好多嘅憤怒喺裏邊嘅。咁我都會叫對方不如去試下做一啲佢自己覺得可以通過嗰個渠道抒發到情緒嘅運動啦。例如咧，我有客人咧係打拳擊㗎，咁其實可能佢通過打沙包嘅時候啦，都可以幫佢咧發泄到呢啲情緒出嚟啦。咁同埋例如通過做瑜伽呢一啲運動咧，其實呼吸咧係可以幫你帶走你身體裏邊嘅負能量㗎。所以有陣時咧，你可以試下嘗試自己喺屋企好用力咁樣深呼吸一下，然後喺個口呼氣出嚟嘅時候咧，就好似你由細到大咧睇電視天氣報告嗰個先生咁啊，佢見到好天嘅時候咧，佢咪會咁樣嘅。其實喺你呼氣嘅時候，你同時發出呢個聲音咧，可以幫你排走身體裏邊嘅負能量㗎。如果你都想揾我幫你，可以拆解你每一個情緒背後嘅動力同埋原因嘅話，都可以揾我幫你做家庭排列啦，或者做天使音叉，通過聲音療癒，令到你所有嘅思路都更加清晰，同時亦可以排走你身上嘅負能量，咁自然就可以一步一步更容易行到去愛自己呢條道路㗎喇。其實咧，愛自己唔係自私㗎，自私係第二樣嘢嚟㗎。自私係你個人做任何嘢都完全唔理人哋感受啊。但係愛自己係你照顧自己嘅感受，同時唔代表你唔去理別人嘅感受咯，而係你通過正確嘅方法去表達你應該要表達嘅嘢咯。講一樣好神奇嘅嘢俾你聽啊！我咧其實由細到大咧都成日撞親個頭㗎。如果有機會咧，你摸下我個頭殼頂咧，我有一個位係凹咗落去添㗎。直到1年前啦，我都仍然係成日都撞到個頭㗎。即係無論落車啦、喺廚房啦、喺房裏邊嗰啲書櫃啦，我就算有一次去停車場啊，我朋友係眼白白睇住我一嘢撞咗落一個鐵嘅箱上面咯。但係我想講咧，自從呢大半年我終於學識愛我自己之後咧，突然間有一日我發現喎，咦？點解呢幾個月我冇再撞到自己個頭嘅？我覺得呢件事咧好得意啊！所以咧，當你識得愛自己之後咧，你會發現有好多好事會發生噶。而家喺我嘅人生裏邊咧，我差唔多每一日都有一件好開心嘅事會同我朋友分享噶。所以我希望你都可以好似我咁，慢慢一步一步去學習愛你自己。因為你自己都唔愛惜你自己，唔欣賞你自己，唔好好照顧你自己嘅話，你係唔會遇到身邊嘅人好好咁樣愛惜你噶。所以愛你自己真係非常重要噶。如果你有興趣揾我做家庭排列或者天使音叉嘅話，
你可以喺 Instagram 嗰度揾我啊。我嘅 Instagram 係 ISNAPU。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Have a nice day。